到遐个安哥的天赋又大多入水，当讲的说咱菜，们清香的茶香味，茶香味。所以俺们来到新竹白葡的茶叶。你用啊，你就蔬菜啊用啊，老一个摆同事哦，有啲同上唱的嘛。千山鸟飞切，千山鸟飞切，万江人种灭，万江人种灭，孤竹手立翁，孤竹手立翁，秃雕寒江雪。秃雕寒江雪。那湿地度哦，青天片来好，就吹米这是你看那三在是切灭雪。家做表现出来，这像喺落雪嘅時節嗬，咁多人，咁多條嚟嘅古土，即同故事嘅時節嚟嘅嗬，係個切滅雪，就做嚟表現出來。按講俺哋來賓嗬，都唔係客家人，一開始就搞按有塵土嘅東西，一講有發土，堂頭上癮咧冇？我丟手榴哦！我丟手榴哦！老師，我丟手榴哦！哎呀，原來見面愛挑戰業務嘅來賓，就嘅創作歌手係個愛見小王子阿達哦。我丟手榴，好聽，謝謝。我丟手榴是什麼？啊，我丟手榴是什麼？古竹手立翁。有好多一啲嘅啦。你剛剛在那邊看到的時候，你有沒有覺得？好像跑錯通道的感覺。沒有，其實我就是想說，一定要好好來學客家話。好多我也會講，都會不會講？我不會啊。哦，不會講啊？是不是真的跑錯了？你來聽聽啊，壓力跟壓力。有聽過？壓力。有聽過無？抬起頭。係的。舉起手。好。膠水怎麼說？水。膠水是粘郵票。對，不，膠水。是啦，喂。澆花膠水。不是合嘴了。嘿，握手怎麼說？哦，阿秋呢？阿秋吧。看我嘴巴哦。哎，等一下，大家，我們這一整集都在這邊你只要抬起頭，舉起手。節目剛開始，齊先生就決定搞按複雜的客話吧。阿達老藝人始終人有交情，見面日為了伊，任務規則攏改下來，唔是托3隻任務攏留一句客話路過年兒有關係哦。羅山豬。羅山豬係唔驚人吹角，羅山豬唔驚人吹角，唔驚人吹角。老山豬不怕人家吹他的腳。老山豬哪有腳？山豬有腳。山豬哪有腳？那是牙齒啊。哦，對。剛剛聊到哪裡？是什麼個意思啊？吹這個老山豬哦，他不怕。那獵人要獵豬的時候，都會那吹角啊，他會吹角，大家追啊，呼就追啊。但老山豬啊，他經驗多了，所以他不怕。他聽到他會分辨這聲音從哪邊來，要怎麼樣躲，他知道。所以這什麼意思呢？叫身經百戰。再講一版。One more time。羅山豬唔驚人吹角，吹角，你就是老山豬。誒，怎麼一來就罵人啊？冇唔錯，見面日就係一首嘅各項工業動搖經驗嘅羅山豬，hand對地度啊，學會嚟成法合法，頭一關阿達看你嘅咯。雜草愛雜。
来宾。我情不自禁，太好听了，我一定要帮你收音呢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怎么样？其实你拿着那个泵还蛮适合的。哎呦，不要这样讲，不要这样讲。你看，是，这边山这么漂亮，是，然后你又穿成这样在茶园里面，然后配合你美妙的歌声，是，仿佛真的是看到仙姑啊，仙姑哦，仙女下凡，歌真的很好听。刚刚我冲了一点，我唱的那些你都听不懂。好，很好。我有大概听得懂3个字。哪3个字？2、3片。2、3皮。2、3皮。对，2、3片能够片嘛？哦。对，这3天如果没有采的话，就落了雨啦。如果这个3天没有摘的呢，它就会老掉。老掉了。错。哦。也就很多。所以那一句这样接下来教我一句。摘茶爱摘。摘茶爱摘，2、3皮，摘茶爱摘。好，深呼吸。2、3皮呢？我们的许兆全老师还不出现的话，我们2个真的会没命。我有点高山症。你冲开做嘛？汤就冲按芹菜啊。老师在旁边看很开心。他没冲懂后呢？看这人的用3皮哈，就是这样子的。1心2叶，要做这边最有名的烹红茶哈。哦，这边烹红茶。烹红茶。嘿，这个是烹红茶。对。烹红茶呢，就是俺能讲哎，东方美人，你俺能猜一个地方就是行走。新竹北埔答对了哦，所以这边最有名的就是烹红茶。他讲到了做烹红茶呢，青葱叶外就来2杂事，抽盐。这个烹红茶跟这个有什么关系？着哈，着就是等于中了的一样，就像说中商啊、中奖啊、中状元的中哈，中了被虫咬了，所以。烹红茶一定要被虫咬，就是我们客家很特别的词，我们特别有就像说戳怂啊，戳酱啊，戳眼啊，对啊，戳就在这里。那如果我被蚊子咬的话怎么讲？哦，那是本门的屌豆。啊？什么？本门的屌豆。变成屌豆，不是抽。叮到，那是叮到。那人咬你的话是抽烟吗？哦，那不是，跟熬豆。哦，讲到那眼啊。要请调教来讲，老板好，哇，这是老板是不是？对，所以这个茶园连绵不弃。哎，你看得到都是他的。机关嘅专家陈美萍系北埔菜地嘅茶农，不加从事茶米嘅生意已經有第3代了，堅持無土栽種，相信茶米就嘅神法文化老創意。抽煙啊，抽煙喺乜嘅喏？抽煙係應到啲蓬風茶嗬，最重要一隻貢獻啦。哦，係磨雞是磨蓬風茶。哦，哎，你熬的這樣子，你聽得懂？沒有它就沒有蓬紅茶。哎呦，快了！好，快！怎麼進步這麼快啊？呢呢是係抽煙嗬，煙呢其實是一種昆蟲啊。昆蟲。係那個學名是那種小綠葉蟬。哎，你看得懂嗎？你一下摸，佢凍死隻，我找到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第一个女朋友就这样失败的。我骑脚踏车旅行啊，到她家去。其实我骑的最渴的时候。徐老师，爱情小故事。哎，竟然他爸爸拿这个这样子老人茶给我喝了。啊，我一拿到这样，咕噜一下就一杯，咕噜一杯，他看，哎，这个男的怎么按主服啊？其實是一種昆蟲啊，昆蟲，係那個學名是那種小綠葉蟬。哎，你看得懂嗎？你一下摸，佢凍死隻，我要死。我找到了，在這裡是不是？這不是螳螂嗎？啊唔係，你已經變態到動態咧。哇！哎呦！係前先都看到嘅時間咧，佢長期睇呢，
其实阮哋米嘅嗯，一半好食啲了。哦，比米的一半小，是不是？你都进来看听。懂了嘛？真的吗？哎，一粒米的一半还小。比米。那翻箱豆以糖的是回流，他们是吸烟呢，知道吗？你在这个地方，你听到2个客家话最重要的2个腔调，哦，真的。回流吞吸烟。这2个腔调呢，是台湾主要的客家话的腔2调个。腔调。而这2个腔调很有意思哦，那声调完全相反。你后某，哎，然后它跟相反了，就低的你呢，它就你，然后叫吼，某。是，所以2个腔调基本上听起来也会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所以你要盼望这整集你要带着陈老板。对啊，老板可能最多的时候是你要解释嘛。对啊，东神鸡啦，很好玩的。不过这个我们看得到嘛？它大概要在主要係多你嘅天嚟是只好豆，应该甜哦。是芒種24節氣啲本芒種，芒種開始到5月節，兩段時間揸嘅紅紅茶，等一下並且係最好。先生，国小班的海熊同他们是梦中一個節氣，哦芒種了節氣到5月節之間啦，了這時間。要忙的青铜，哎哦，我知道你的表情，是不是听到梦中，在梦中？我也刚刚是这样讲。我刚才也是听到梦中，哎，哦哟，东神鸡哦，就客家话讲法我们要会讲。好，这个这边人哈，烟呢？哎，这边讲烟呢，就是那个圆字，刚刚那个圆。那有的人说，忙哎。忙也有人讲迟哎，遲嘿遲哎，不遲還遲有嘛？佢吹蛋糕，我講不遲不動到，講啊不遲不到老，講不遲不動到，我識唔地嘅，我不識睇嘅。還有不忙遲哎，那个眼到底要干嘛？梗係前些半間都拗到，當街是這叫做很容易點會睇咧？哦，一嘛有是高嘅咩？要被拗到，也是個動力開嘅。動力開嘅。它嘛會產生抗體啊，它的抗體就會產生就膨風差鐵樹嘅味道。你到那茶農種了膨風差嘅時間呢，種一些溶了。不能噴農藥撒不然的農藥話眼就不會去咬。而且老闆就是很堅持有機茶園。所以這個就跟珍珠的產生一樣嘛。怎麼說？因為珍珠也是貝類，然後它呢就是有人入侵，但是它就產生抗體，把它包住之後，那個就變珍珠了。哎呦，所以這個抗體本身，然後也變成讓它從原本平凡無奇變成厲害的東方美人茶，對不對？哦，哎呦 ，Thank you。簡單來講，茶葉本慢嘅抽鹽過後，就會自家想辦法，嚟產生一種當特殊嘅香，用來想慢嘅甜體來設計。一種特殊嘅香啊，就變做膨風茶前提嘅特色。天呢，膨風茶做乜嘅愛人做膨風呢？日本時代時間呢，啲北部嘅鄉長同啲茶帶到台北去展覽，家下呢賣到非常好嘅價錢啊！真勁哦！佢進來以後，鄉長進來以後，是同大家講過，啲茶賣拿到台北去賣到當好嘅價錢。佢大家是想講膨風茶啊！你啲茶是自家食嘅東西，冇呢類東西啊，佢用會賣到銀行價，是膨風股，佢唔是講膨風茶。那剛剛那個膨風股是什麼？膨風股啊，膨風股一種股。不是啦，因為鄉長是男生嘛。哦，男生挺難的，客家的性別來講的話是鼓。那像我是女生嘛，對不對？我就是馬。對，鼓，你是鼓，我是馬。对，吹牛的男的叫做膨風鼓了，哦，吹牛的女的叫膨風馬了。對，然後造就了膨風茶。是。雖然阿達早已動有信心嘅樣誒，唔過我看日頭腦啊，都會打機的喲。冇關係啦，我能天天嚟來哈。今日難得來到北埔嘅茶園，聽咗一本阿達體驗一下雜茶啊。謝先生講雜茶要用2雜數來雜，安尼真會夾啊。小可來教一下，撒下來愛到學下快喲。日頭辣，太陽很烈哦。濕茶，哎，這個時候喝茶最棒了，這麼熱的時候。但是我就唔對哦，唔免講啉茶，講濕茶。哦，一頭發現這台地都講濕啊，總是有講啉，喝是後來的說啉茶，啉糖有的啉嘛，不然以前都說濕的啊。對，
这个在形容你了。冰喵，喵喵喵，喵喵，认真，认真，哎，认真你，很拼命，你很认真。喵喵，出汗，出汗，就出汗，出汗，哦，出汗哦。嘿哦，出汗，出汗了过后就身体很懂出，出，嘴巴撅起来。出，茶里有这个熊，熊木茶。熊。哦，这不是一个字哦。我还想说有一个客家的话叫臭香，出油。那到底是臭还是香？喂，出熊，嘿。冇錯，非常認真。冇聽錯嘅阿達，以後嘛可以下一條合法 rap， 保證並勞真多人合作嘅，跟着老師懂吃懂，和客戶都分享哦。好啦，使嚟幾班日嘅日題位，攏出汗嚟哦，一下我來以飲茶香酥誒。哇！哎呦，香的嘛，用三品啊。亮你们又唱起来了哎，没有在茶园唱不出来。真的哦，真的。可是你闻到这个是我们刚刚采的吗？当然不是我们刚刚采的。我说茶种啦，茶种一样的茶种是那茶园的蓬风茶，然后以另外有一类苗都白毫乌龙。胖米茶，我是讲胖米的啦，就是白尾的啦。你们看到这个颜色是白白的，它的尾巴是白色的。哦。有人去我们家推荐茶叶的时候，我爸爸就会把它倒一点在手上，好，倒一点在手上，然后就会这样闻。然后我就刚问老板，我说要干嘛可以做嘛？按你皮还没数有一个温度，手的温度才能够衬托。结果老板就说当然不行。对，茶是个容易吸味道的一个茶。是。那如果你手上有汗啊，或你有擦香水的话，其实它就会吸进去的。那其实会影响到你整个，等一下后面整个包括品尝的味道的影响。请问你刚刚放回去了吗？色茶之前先的好看是茶具，就像亚中文发音很多嘛给。茶则，规则的则，茶则，茶叶，茶壶，茶叶。应讲茶蜜哦，一般讲茶蜜。哦，茶叶不能直接说茶叶不，要说茶蜜。你想学杯子对不对？茶杯。笔叶。杯啊。杯啊。杯啊。可以六讲杯啦。吸烟係講筆葉，係筆葉。吸煙咧，伊啦威吼，開了個威上對啦，那筆葉叫杯。茶壺。還有嘛咖拉夫。茶壺。茶壺。呀，跟安用嚟講。茶海。茶海。對。它也有叫雲杯。雲杯呀。均勻的勻。雲鼻。茶泡完之後，它其實出湯的時間會影響到它的濃淡。有可能我倒這一邊的時候是最淡的，倒到那邊的時候是最濃的，所以它把它倒在一個雲杯，它的濃淡就會均勻在一起。它也有叫做茶盅，茶盅就像酒盅一樣，然後也有人叫公道杯，公道杯，大家喝的都一樣，都一樣的味道，公道，對，對。那老闆，我們水什麼時候會滾？已經過渡機要了。不一樣哦，他直接先把熱水倒在茶會。東方美人茶、碰碰茶，它有一個特性就是，它要喝到那個白色毫毛的香氣。是。那如果你水溫太高的時候，它就被燙熟了，那個香氣就沒有。所以我們先倒到這邊來，先讓它降一下溫。原來碰風茶唔單止名嘅特別，連泡茶嘅方式攏同特別呢。有但蠻多細步數要注意哦，希望就會打上睇啱好嘅茶味啊。陳條家講，茶泡好過後先唔好急定啉，要先享受一下碰風茶上人嘅香味。哇，真係當香呢！調白色茶的上司就一天。聽到個放工，睇放工出嚟。我上次當後來時間，茶缸拿起來，給最紅了，所以多人追了。你知道嗎？我第一個女朋友就這樣失敗的。我騎腳踏車旅行啊，到她家去啊。其實我騎的最渴的時候。徐老師，愛情小故事。竟然他爸爸拿這樣子老人茶給我喝了。
啊，我一拿到就咕噜一下就一杯，咕噜一杯，他看，哎，这个男的怎么按乳服啊？就么不文雅啦。粗鲁，哎，按乳服哦。所以那个女朋友就没了。哎呦，来试试看来。这个不能干杯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要先闻。基本先品茶。有，鸡，哎，这鸡了。这个有一股说不上来，它没有苦味，对，然后它有一种很淡雅的，已经有点类似像花香，就不像茶的味道，对，而且它是在后面一点点才回来的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碰风茶迷人的地方，就是说在里面你可以闻到、喝到，我们所谓一般我们喝茶喝不到的花香，对，手果香，甚至有一些会有一点点感觉像喝蜂蜜的感觉，对，那这就是小绿叶蝉的功劳。这都是热的喝吗？对，它也可以冷泡。其实冷泡的口感会不一样吗？其实冷泡的时候，它会带出更多一些细腻的香味。睇下一片色得有花果香味嘅碰风茶，一片大嘴骨。在按清寒舒爽嘅气氛之下，哎呦，气先生啲嘅吟诗作对，哇，变做文强嘅呢！吃茶爱吃迷饮茶，吃茶爱吃迷饮茶，恋爱爱恋友情茶，恋爱爱恋友情茶。哎，做树讲茶有数价，做树讲茶有数价，价。年怪带来三秋茶。是不是辛苦他们了？对，太辛苦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都在，好嘞。那个时候我去 Vegas 的时候，猫王呢就开着粉红色的凯迪拉克，是载着我跟小虾去结婚。所以你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。在美国，我如果再结婚是重婚罪。你怎么把墨镜戴起来？你这样哀伤的。做树讲茶有数价，做树讲茶有数价，价。年怪带来三秋茶。哦，年怪带来三秋茶。哎呦，讲的呢哦，哎呦，你那个眼拐，爱想你哦。阿达，我看还是唔好见大人怪啦，饮茶就好诶。今晡日为了唔来拜访啊，头家还特别准备嘅一用电炉哦。我湖南哦，湖南吗？不是吧？有空要指怀，擂茶咯，擂就是擂茶的擂。你是它要擂锤，擂锤是什么？擂锤，这是擂锤啊，擂锤要擂八，擂八，擂波，那擂锤好像也不是一般的木头哈。我们这个是用那个。苦茶油树，刚才我们家里面花生、番头、茶叶、麻叶、还有茶蜜，全部擂到绵稀烂的。其实我也常常在擂的哦。哦，真的啊？我们也有就是去拍过一些擂茶。因为阿坦常出外景，这些应该都你都。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我用客家话学习，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我是真的。是跟客家人一起擂，是有那种革命的情感，有革命的情感，而且感觉就是绝对在这边不会有不正宗啊那种的问题。要教你一个比较省力的方法。刚才阿达是这样子，是两只手在用，是。那其实是你一只手当轴心，另外一只手在，这样子你就轻松多了。生擂茶咪係要優良嘅哦，有頭家嘅示範過後，阿達咪了解擂茶嘅精神哦。攞飯頭還個埋擂面過後啊，再攞頭家事先準備好嘅綠茶粉，倒入小滾水，攪啊就好咧。唔過味道要增加口感，還個做得適合爆調嘅，就會落調嘅米茶哦。哎呀，就會客家最有名嘅擂茶啦。阿達，我都是記啲嘅喲。
一开始进去之后，它是那个香味先出来，对还没有感受到甜味，但是再过一下，那个甜味是从就是你喉咙根这边冒回来的感觉，然后你再吃得到那个米肠的时候，咬到那个脆脆的感觉混合在一起，很好吃哎，再加上那个芝麻的香气又会从鼻子这样冲出来，你已经开始有融入吃的会回味，我们客家话讲说，吃的会请迷，是会请迷，吃的会请迷，吃的会请迷，所以它是勾烟哦，是勾烟了，吃过瘾了哈。那勾音啊，勾音。还有我们这个复习刚才的，复习了，但你记得吗？你咁透啦，捏头辣，你條辣，对，辣，色茶，色茶，哎，过来，喵，冰冰，認真，認真，出汗，出汗，出香，还可以吧，差了一点点，但是算是有具备。虽然发音效要加強，不過阿達其實攏記得呢，一關就算過關的啦。是不是辛苦他们啊？对，太辛苦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喂，多謝，好嘞，哦，辛苦啊！攞一鐵定係3公？辛苦，不好意思，小。哎，多謝，對。你知道这个吗？还有这个发型，对，我正要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把头发搞成这样子？没有猫王啊，所以猫王嘞？猫王啊，猫王哦，猫王知不知道？腿跟着一起动，大家来，猫王会不会？看版的猫王太大。 Yes， 张先生真的是什么都会。还有猫王，来，猫王 ，Yes， 哇，好，我真的很兴奋呐！你看这台车多美呀！粉红色怎么讲，老师？最肤色。我之前去那个 Vegas 的时候，他们就有告诉我，就去参观猫王的那个博物馆。 然后他就是最喜欢的这台粉红色的凯迪拉克，而且它是很棒。他当初买的时候其实是灰色，那为什么它变粉红色呢？他要送给他妈妈当礼物，他妈妈很喜欢粉红色，孝顺。对，他就把它弄成粉红色，都没有卖掉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去 Vegas 的时候，猫王呢就开着粉红色的凯迪拉克，是载着我跟小虾去结婚。所以你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。在美国，我如果再结婚是重婚罪。 你怎么把墨镜戴起来？你在哀伤是不是？不过为什么？我觉得我该祷告一下。我们现在来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怎么会？当然呢，对不对？俺一听带你的 T 配的 T 粉超嘛，那么多经典的古董车，哇，后面有嘛，全部都是非常经典的车款呢。哎，等下下雨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很贵，我们要把它不能淋雨呢。哎，回去呀！哎，要小心啊，小心。他有没有拉手刹车？哦，紧头刹车有拉吗？啊，真甜哦！对，下雨了。哇哦，方向帮我们控制一下。哇，别查呢，不能淋啊！哎，贴白，辛苦的客家话怎么讲啊？辛苦啊！下雨了，漏野，推，送你。也算是功德一件的感觉。这个那么贵的，这么要价不菲哎！我刚刚问老板说，哎，这个刚这一台的话，我要1斗钱，然后算看是两个总费是加红啊，你都要卖一斗钱，不给他卖便宜。他说无价，5买了，到啦，对不对？买了，我马上请老板出来讲他每一台宝贝车的由来，好不好？好啊。欢迎调咖。好，调咖，喂。没调咖。大家刚刚有看到，一说到下雨了，最緊張的人就出現了。伊越南桃園總納客家人，佢嘅古董茶製造商嘅經理，接觸古董茶已經有20多年了。用那份有一個復古車莊園哦，復古茶莊園。哦，調咖去米嘅改片，好，看到按照古董茶，好。 他们在路上很多，可是也看到很多的报废。报废车。其实转了台湾，好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有开了很多的钣金件，去卖到米柜去，他们给他们组装了一些，然后我们就把它运进回来，让一些
爱好者一同参观这样子。哦，所以也有人買貴咯。有啊。去買裝嘢買試唔出啊？係啊，試唔出來，因為台灣都冇法度量牌啊。會甜筒喎呢道菜。係呢道菜有的會甜筒，有的冇藍天，好冇法度炸。有一些可以開，有一些不能開，因為零件壞了。哦，對，要等你再去見貓王的時候再把它帶回來。哦，我剛剛有聽說這一台可以開，但沒有剎車，不會停。它這台車嘛，加高歸到帶別人出去表演啊，還是做活動的時間遊行，好冇？先做個燈會。哦，先做個燈，你動態哦。係啊。沒有動啊，做唔得試吹。那個時候該動咧，擺的。那個時候有動咧，我們來的時候冇動咧。伊經理講，鄉下也為總共展示嘅6、7輛古董車，大部分攏係美國5能年代嘅復古車種，價值大約係150萬到300萬台幣之間。殺下來，經理還要講人燒嘅另外一種車，嘛係經典度嘅經典哦。有玩過賽車遊戲的朋友，一定都開過這台車，對不對？哎，沒錯。American Muscle 就是這種肌肉車，你看它的那個線條，完全展現了一台車的力與美。他們美國當地人非常迷戀，因為他們這個是美國他自己這個生產呢，自己生產的鋼圈都蓋勾了。這個車框一顆就10萬，就光是輪胎就40萬一區。這樣子，你說一台車，光是輪胎就40萬，真的就是那種編織那種鋼圈輪胎輪框，那是非常貴的。是的，對不對？是的，是的。而且你看，馮迪手也是開美國肌肉車啊，玩命關頭有沒有？是。你很向往一台，對不對？很向往一台啊。一講到車誒，阿達嘅模式都冇窮用嘅呢。過勞阿達講一個好消息，一輛車誒做的是呢。你去搞落去了。You scared？ 董草，他们是间谍情深，算是《神雕侠侣》的一个组合。对，亲爱的组合。3、2、1，go！对啊，互相掩护。他躲起来，赶快射他！我说实在的，我刚刚真的感觉我自己像在拍《玩命关头》。我们现在考你哦，任务可后海发来哦。考试啊！要考试，要考试，要考试。你用墨迹的。什么？用墨迹的。这边给你看的，没有东西给你看。没有。单单这样学。好，那我这边要刚刚很光荣啊。车子，要学车子，对不对？有关于车子当然来。车子要报告。怎么讲？柴。那这个车刚才开的时候声音怎么样？董胎嗓。董胎嗓。相反的话。董 C 嗓，董 C 嗓，然后刚刚那个大哥呢？董胎嗓的时候很怎么样？董吵，很吵。董吵呢？C 末引堂都董吵啊，按个 C 来引，然后堂到一种野马嗓音啊，飘飘滚的嘛，就会董傻批，董傻批就是觉得骄傲，傻批，对，傻批。然后你刚刚自己上去，对不对？自己上去是送茶。上车，对，然后下车，哈茶，抽出来，学会了，没有会啦。你们的节目压力好大哦。
阿达不用轻松啦，唔按钱哦 ，OK 的啦。来去啊，给你抢水饮料哦。哇，这里太舒服了，舒爽，我来到天堂的样诶，像天堂一样，而且这里又不会有老师来考我们。对，而且你是考会啊，凶啊凶，凶到暗听哦，安听，安听，他为什么来到我们这么高兴？不用想的那么美的意思。老师你也来这，你看这沙发多美，多漂亮，这种感觉像后座一样。外面的只是展示不能碰，这边你就可以碰喽。哎，等一下，梦幻的歌你会不会唱？梦幻的歌不会唱。Wooden Heart。Wooden Heart，对对对，你要唱客家话。来。Can you see I love you? Please don't break my heart in two. Cause I don't have a good. 他是豪记唱片的人吗？不是，都忘掉了，太久了，忘掉了。哎，不过老师很有心呐，对啊，唱这首歌勾起你对包网的回忆。哎，说实在的，俺能听吼，其实俺抽呀个碰灯喏嘞嘛，可是俺能碰灯是。沙发碰灯，而且这里，只要麻烦小姐以後，我哋來到一個地方係中人嘅咖啡堂嘅咩？哎，好，咱们民宿。民宿这里是可以住的。对对，这里也很多重机的都会来这边参观，也一样。那个古董车的爱好者也都会来参观。我刚刚还看到我们刚刚那台粉红色的那个凯迪拉克啊，对 ，SHE 有中。有看到两红嘛？哎，还下着雨耶！哎，怎么这样子啊？他们下那么大雨，他们就可以这样子，然后刚刚稍微下完了，我们就猛推进去，惨多啊！可能他们出比较多钱。这是做游行嘅，嘿，超。遊行嘅哦，關於馬路遊行，你要講來哈。好，交代。你要不要複習一下你剛剛在那邊學的？哪些？車子。柴用一個。車子怎麼說？柴。很大聲，動胎傘，上車，送茶，下茶，董茶批，先會董茶，學的最好。哎，你真的對車子有概念，是不是這一 part 學的比較好？阿達，我養喺客氣天天的呀，冇去搞少去搞呢。現在喝的是什麼？檸檬水，檸檬水啊，會酸哦，那麼酸哦，暗酸，我喝喝看我的。好的，你喝看，喝不出來。蘋果汁啊，蘋果，味覺有問題。係令果叫令果水。令果係日本發的，係外來語啊。外來語哦，那客家話。檸檬咩啊？咩外來語啊？檸檬。老師，奇異果。奇異果吼，佢後面本身係獼猴桃啦。獼猴桃哦。係合花咧。因為它都是毛啦。對，獼猴桃也是。佢後面係如果係合花講嘅係有梨的，猴子猴梨啦。猴梨啊。係有梨，有像。係有梨，你是係有梨。係有梨。哎呦，真的，憲哥都叫我七果。啊，真的嗎？那這個的話，薯條。有沒有叉子？這叫薯條。係薯條。就薯條啊。那我可以以後考這個嗎？因為你就會了，對不對？薯條。那我們就不要這個退回去，換另外一個。那像如果飲料比較難一點，像珍珠奶茶有。珍珠奶茶。布丁奶茶。有。也亂冷凍啊！哎呦，老師。不是亂冷凍啊。亂冷凍哦。布丁是亂冷凍啊，就亂。你不要亂問哦，等一下這些話會要抽考的。亂冷凍。珍珠布丁奶茶去冰少糖。都按照。珍珠的。珍珠。還有。冷凍。哦，牛奶凍。亂冷凍。奶茶。去冰。 50餅。少糖。少糖。不是餅乾。不是餅乾。不要這樣子，我的節目也只剩下他跟我搭配了，你不要把他弄倒了。記不得的啦啊！謝先生，咕吱，say 下啦，見本人險本人溫度唔點用嚟講嘅嗬。於大哥，來一次好了，你都不講話。來考一下珍珠奶茶。珍珠奶茶。
雞蛋。卵嫩冬，卵嫩冬，買餅角，買餅角，壽桃，壽桃。是真的很学会。沒事，你發這一題要做啥？卵嫩，啊，大姑，我呢？杜內茶，那個不能含糊帶過。珍珠，奶茶，卵嫩冬，海餅角，壽桃。哈！哎呦是，哦，對不起，傻逼哦！第二關算也就夠啦，至於第三關吼，應該兩啥一啲變乜嘅把戲呀？今天我是不會讓你好過的。哼，唔講到牙嘿，按上有一地呢，係咪？啊，等一下聽，就會底哦。說好一句話，怎麼講那麼長？呵！帥哥美女，這槍很危險，來一定要戴面罩。我們打雞蛋一定要戴面罩，面罩是很安全的哈。誰會知道誰是誰？教練，原來第三關係要來打雞蛋哦，專家就會做明顯教練。打雞蛋嘅資歷有深遠了，因為經驗當豐富，故所大家都很記。雞蛋注意。槍什麼拿來？這邊紅色的抵住這邊肩窩，肩窩。對，右手哈，來左手靠過來，可以吧？攝影師好不要怕。眼睛可以貼過來，兩眼張開去對準這槍管。哦，這樣對嗎？對對對，它沒有後坐力，對，對住這槍管。好，要比賽的時候再把槍口套拿起來。哦，好，那你就畢業了。這樣就畢業了。好畢業了。真假？對那我們可以先來試試看射什麼嗎？可以，我們先打氣球。氣球。氣球哦。氣球。氣球啊。咩？給鬼嘅。哦，給鬼哦，中國人都給鬼的。所以是徐老師拿着給鬼讓我們打嗎？不是啊，給鬼放在老師的頭上。哦。就想把我當做我看你今天穿得那麼帥，應該也是準備好了。給鬼？你說什麼像給鬼啊？給鬼就是那個雞的那個脖子。囊，那個前面的那個食物吃下去的袋子，那個食物，那袋子，他們殺雞殺下來的時候就是這麼圓圓的。哦，就像那個氣球給鬼。給鬼。好誒啦，打雞蛋嘅規則教練都教唔入到誒，喺正式比賽之前先上場去練習一下。什麼事都沒有發生。奇怪呢，用板打都打唔到，哈，教練，夠教你100啦。徐老師不是把衣服穿好了嗎？徐老師穿好了，我們製作人仔哥也穿好了。這仔哥，他們2個人在任務課裡面呢，算是百歲。他們是間諜情深，算是神雕俠侶的一個組合。對，親愛的組合。阿妹哎，真幾個好新人啦！本來去海軍老阿達 PK，也係用變做老少配，老少組 PK 啦！開打之前還能要先學下架吧哦。第一個好，Zail，你看到第一種哎 Zail。哦不，我要叫我的夥伴 Zail。好，大豆呢？懂通啊！大豆要懂通哦。空啊空。南方人講撇冰空起來，空藏起來，要躲空過來很，好，很救命，很救命，很救命。來，很救命。師兄你去搞落去咯。You scared？ 董草，來啊！來了。我們很公正的，我們等下的戰術就是拿出呢運動家的精神，兩隊公正公開，不會放棄，不認輸。我們專攻奪旗。對，我們旗子比較。我們真正的戰略剛剛已經討論完，是不能播出的。要開始了是不是？我等這個機會等了好幾年。等下啊，其中我唔好動作，空火了。七殺無用啦，已經瞄準已經5寸了。好，3顆了沒有？3顆保夠力。然後呢，在他不經意的時候連發，這給他很敏感。我們的目標是奪旗耶。奪旗啊！到底係亞太海軍吹贏嘅，還是百歲人類隊贏嘅呢？
又到在阿达会群接到总在伫镜头面前讲的战略，又会马该呢？现就继续看下去哟。 3、2、1，Go！ 对啊，互相掩护。快点！跳那懂得蓝色树爬嘅是阿达会群吹，奇怪，一定有冇冲气嘅，像个青阳谷劲大呢？ 来，把旗帜拿回自己的位置。好了，我们第一场比赛100岁人类组获胜。我们要几场？3战2胜，还3战2胜。我们还有2场比赛。哎，你看这个默契就不对了。没啦，有点像个 IS 啊，没啦，几场啦？我们3战2胜，他们这个默契太烂。你反应走。好，来，我们换场比赛。好 ，Change。 3、2、1 ，Go！ 对啊，互相掩护。 哎呦喂呀！一定一比还没穷样呢！阿达会群吹，青阳谷劲大，100岁人类吹，冇去上去的啦！赶快再拍！再拍！好了，我们第2场比赛还是100岁人类组获胜。虽然我们输了，有点惨。我很开心，你看老师，两个老人家，当下只细妹、细阿妹，你看痛吗？痛啊！痛啊！很那几棍啊，很那大蛮痛啊！但没有关系，我们虽然输，但是跟我们刚刚的战略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，因为他们夺旗嘛。我们就是不要夺旗。对。然后他们出来的时候射他们。对，我们达到了。耶！我们开心啦！你看。好，唔怕，要100岁人类组，要给手不要故意抖。冇办法吃的，给他打。你真的全部打。 徐老师玩的开不开心？老师，当然欢喜啊，当然高兴的啦哈。夺旗的那个人往回去跑的时候，海军一直对着他的屁股射，然后他就一直我都快要笑到倒地了。去的就用不能用啥老人家哈，我今日老阿达迄个打通的啦，哈哈。游戏结束的，撒下来就要来复习客家话哟。阿大姑，我现在连我妈妈叫什么都不记得，真的吗？考我。你还好吗？我刚肾上腺素。哎，你打到眼屎了，听说。真的，好累啊！来啦，在任务哈，客家任务好下发了。哎，来，刚刚。好，怎么讲？在。打，一模很呢，一个人只打能。我刚刚肾上腺素真的太激烈。你还好吧？很，不敢很。我很嘛没我哟。好啦。没有呀，没有要抽考哎。抽考哦。上车。松草。啊，下车。爬茶。很小声。东西熊。东西上。东西上。骄傲。东傻屁。东傻屁。好。你们没有人在讨论期待考试的吧？这是什么地狱的修炼啊？好热啊！脑筋都打结了。东傻屁啊！我又好热又好饿，我需要来一杯珍珠奶茶布丁，不加冰，跟少糖。珍珠奶茶，奶茶软里头。阿达，我看下一摆可能还要再过来一摆哦。不过看在唔按3忙，根本就不用讲啦，通告费还係會本咯。業務下，下一擺見了。